睇下乖孫嘅相啊，心都甜晒啊！嗱，唔好睇我而家咁開心啊！幾年前咧，我有濕性黃斑問題，睇嘢啊蒙查查，連乖孫幅相啊都睇唔清楚，仲要啲仔女咧貼身照顧我，好驚眼退化，以後可能睇唔到嘢。不過好多謝當時嘅眼科團隊同埋曾經有晶體混濁嘅藝人朋友介紹我食呢個草肌亮目丸，幫助我術後保養啦、抗眼退化啦、少咗飛蚊啦，夜晚視力啊都好好多啊！食咗1個月，對眼好潤、好精靈，冇眼乾、冇紅筋。嗱，食咗3個月啊，個視力比以前啊好翻好多添啊！睇嘢又清楚啦，冇晒眼蒙啦，仲唔使戴眼鏡。呢幾年啊 keep 住食，連視光師人都讚我叻噶。嗱，我仲見埋啲仔女同個孫一齊食喎，因為佢哋成日都睇電話電腦，唔及早護眼點得喎？美國製造，科研實證，口碑好好，仲有超過100位眼科醫護同埋註冊視光師推薦，中西合璧，2大黃金比例護眼成分，加高效花青素，幫我哋對抗眼乾、眼蒙、眼退化。3歲以上嘅小朋友咧，全家都食得㗎。草肌係上市公司，25年品牌，安全可靠。嗱，作為過來人，想提醒大家及早護眼，大朋友咧就抗眼退化，小朋友咧就改善近視。快啲去萬寧草肌專門店，又或者先no more購物網買啦。